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今日所講嘅立場講到話有乜事都冇，淨係錢嘅問題啫，係咪即係代表住今日佢哋係想維持現狀？係咪即係話現狀係一啲問題都冇呢？我方主辯今日一開始已經講咗有好多個醫療事故，我想請問係咪又係合乎有方所講嘅冇問題呢？而且有方我所講嘅私家要6萬蚊要請藥劑師，究竟呢6萬蚊嘅重要性係咪真係凌駕於今日全港市民嘅生命安全呢？而且我方一早已經講咗啦，私家醫院同埋公營醫院嘅制度完全係唔同嘅，究竟係如何比較呢？嗱，有方我今日所講嘅未交數究竟係幾時同埋喺邊度出嚟嘅呢？有方我啱啱所講嘅話藥劑師咧就照單執藥喎，咁樣佢哋就有義務要去覆核喎。嗱，就係因為有義務要覆核，所以先要藥劑師去醫藥分家咯。其實藥劑師除咗配藥之外，仲可以以佢嘅專業技術嚟監控藥物管理同埋提供藥物資訊嘅諮詢問題，喺整個嘅配藥流程起咗積極嘅作用。根據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吳建華喺2006年所著嘅《藥是藥非》一書之中，指出藥劑師會以佢嘅專業技術去監控藥物管理同配藥流程，包括咗建立防錯追蹤啦、覆核記錄、回收標準化嘅調配、跟錯失誤等等，從而可以去提高配藥嘅安全性。醫藥管理喺配藥之中處於好重要一環，事關其中一樣程序欠缺或者出錯，都可以導致病人嘅病況惡化，甚至係有生命嘅危險。香港藥學會會長鄺耀森指出，診所醫生雖然要為配錯藥嘅事件負上責任，但係實際上後藥儲存、配藥標籤入面啲咁嘅工作，全部都係交由診所姑娘去執行嘅。正如我方一副所言，診所姑娘學歷根本就唔高，亦都冇進修藥劑學，但係被委以藥物管理同配藥呢種咁專業同高風險嘅工作，實在就好似俾一個冇學過醫嘅人立亂去行醫一樣咁荒唐同危險。喺呢個時候，點解有方同學仍然認為配藥員同埋姑娘可以升任呢一份工作呢？香港醫院藥劑師協會藥物教育資源中心指出，醫藥分家嘅話，註冊藥房內嘅藥劑師會為市民主動提供諮詢服務同埋詳細咁去解釋藥物嘅效用、禁忌注事項等，從而以上可以得知，醫藥分家嚴謹嘅管理同埋詳細可靠諮詢服務對病人嘅利處係不容爭議嘅。有方今日由始至終都唔明白、唔清楚同唔了解藥劑師嘅重要性。有方同學，醫藥分家為我哋提供咗雙重把關、多重保障，點解有方同學仍然唔接受呢？就係因為錢。有方同學今日企出嚟話反對醫藥分家，其實就係變相俾一個只有中學學歷嘅官嚟操控全港市民嘅生命。生命無價，藥物管理同埋配藥稍有差錯，就會影響病人嘅生命。醫藥分家絕對係為病人健康提供多重保障嘅最佳方案。呢以上嘅理據係絕對成立嘅，多謝。